比赛正式开始，还是一场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大家好，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勃起无力、硬度差、中途疲软、肾虚、前列腺炎等问题，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纯中药，一人一方，治根治本，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彻底告别快男软男。记住微信574-993-200。左边移动，左边给它放出来，往左边移动，对，砸的，摁着砸，把这个对了，继续，撑住，非常快啊，摁眼睛上一来，不要这样。虽然是贴得比较紧，但看头部呢还是被对方的频频的击打。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怎么样传身转体，难逃一劫啊！难逃一劫啊！红方现在越打越起劲了。这个红方选手在上面他非常聪明，他是连对方的防守肩架和他头部一起打。沙一兰现在把这个蓝方压在底下，就这么打蓝方。我看到刚才有一人打得非常沉重，场上裁判员呢还是及时的终止了比赛，几乎是兵不血刃啊！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70公斤级16斤8比赛的最终结果为来自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的红方选手沙一兰 TKO 获胜。